從呢段車 cam 片段可以睇到，一架白色車突然高速向前衝，撞到一間銀行之後停低。涉事白色車係一架三立電視採訪車，喺星期五晏晝行經台北市中山區嗰陣，失控撞入彰化銀行吉林分行。當時係營業時間，銀行大廳內有唔少市民同職員，釀成至少10人受傷。有傷者腳部受傷，需要救護員攙扶；亦有傷者情況嚴重，被抬上擔架送院。多個消防員將車輛移走之後，可以睇到銀行牆壁直接被撞穿，而銀行內部同外面位置都佈滿磚頭同木板，可見當時撞擊力度驚人。台北市警員到場了解情況，話涉事三立採訪車司機冇酒駕，向警方表示因為機械故障導致意外，詳細原因警方仍然調查中。三立電視台亦有發表聲明，對於今次意外造成民眾受傷同埋銀行設施受損深感歉意，已經即刻派員前往醫院慰問關懷，協助傷者同家屬，並會負上責任，全力配合警方調查，亦有成立專案小組全面檢討同盤點車輛安全維護。